三八姑娘一蕊花，一蕊花，面貌优秀真迷人，真迷人。红红的嘴唇可爱呀，可爱呀。粉色的嘴皮，粉色嘴皮人人爱。 姑娘早白，一蕊花，一蕊花。哎，今仔日在这个歌谣的时间内底呢，非常欢喜邀请到这位，拄则唱这条歌来形容伊啊，实在是非常的贴切。介绍这位军中的情人。 多少青少年、青少女心中心仪的这位梦中情人，这位青春偶像陈莹洁小姐。爽不爽？轻轻松松人生路途阮来行，无人成甲永远孤单。 笑出阮无牵挂，人讲这人生海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梦着会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，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？ 哎呦，陈莹洁小姐，哦，你头我甲我介绍，会真正讲实在，那这摆安尼介绍，真正吼，我真欢喜。哎呦，哎呦，安尼有贴切无？哦，我敢若白雪公主，你介绍敢若，哎呦，18姑娘一蕊花。用这条歌给你演出来。啊，哎，形容我呢有下呢，像我家像安尼，就真正有成18岁安尼。那另外迄只吼，伊无可能甲我介绍好听啦。我讲实在，对，今仔无看到伊。另外迄只哈。 迄只老高，迄只老高，最近讲身体无啥好，无啥爽快啲的啦。莫搞假。有影有影。恶人无胆，看到讲我要要来遮，就规个拢闭起来，要假啦啊！我当太自然。哎，老高啦，叫我老啊，想要啥物当场甲你吐名个。哎呦，跟那里迄清茶无共款啊。 这个清茶无共款，都完全这感觉就不一样哦。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。去哪里你看样咯？只啊一款打扮，真正是臭坦白讲，了会看字。啊，了会看字啊，所以是我上少有法度减2岁，这真正无简单。过时啦，减2岁就过时。你即摆减2岁什么意思？最近敢若定定3不5时啊，都来遮唱一下。我你讲啦，你若节目若无我来吼，平常心讲啦，有我来，你加减袂歹的啦。我这是讲坦白，对，但是你小太好啊。做人爱表里一致。哦，安尼哦。那也是安尼昧着良心。80的姑娘一蕊花，80啊，18六。讲坦白，18岁时真正水。哎呦，客家人看着行，很记的名，叫她的名字，很记的名啊，太木族姑娘，姑娘，这什么姑娘？哎，意思就是她长得很漂亮，大眼睛，哎，你是看呢？改木族啊，俺太早冇看到，真大只，你看真大蕊啦，头拿毛，无色的啦，是无色，以为啊无啥，几拍色都冇啦，啊，一只白色的都没有，软的啊，好看的按做的吗？做的，大家再看一下，啊再看改木族，俺太早，无色的。一点拍色都冇啦，啊不是，迄嘛唔对，咁啊连根瓜呢？我还无一点白色都无。过来看伊的屁孔，哎呀，屁孔啊！你是看到屁孔是假？哦，我就是讲屁孔，俺太杂，哎呦，无色的，里面无色的啦，我你里面嘛干事？
鼻子怎么很大嘛？怎么讲呢？刚肚肚后，安尼啊，肚肚后，肚肚后，哎，两孔，不然一个洞吗？有一个洞。有人啊，有人一孔啊，一孔系你后边你系嘛个？追啊，追追，哦，我讲追啊，追啊，追一直天，嘿，哦，你若只有讲客话，我嘿啦，根本你按不头啊，哎，爱有事情爱先行啊，那行业哎妈，那行业来呐？嘛个？讲迄无诶，较早我来演着啊，逐摆演讲实在啦，拢讲啊，恁两个拢爱我对吧？但到尾嘛拢说无嘛是无共啊款。对，这个真正有影，上惊就是拄着真爱鸟的对手，爱摇啦，爱摇。爱鸟，安尼啦，对吧？咱嘛，咱也是人客，对吧？哦，是，为啥讲请个来个遮个唱歌，怎切去要哪会使？你嘛莫看了人就惊，对吧？无咱讲实在，无惊你我找无安怎要安怎演才会适合咱两个人的身份。嘿，做我的某，伊个真脑壳哩。叫我来追求伊，嘛是真爱叫。所以讲安尼啦，规矩安尼啦，今仔日互陈莹姐你来编，对嘛，互你来做主题。对，这常常拄着这款困扰，你就爱家己扎脚。有影，有影啦，真正啊，真正。你讲的啊，啊，无安尼真正。啊，我这剧本我家早就用好啊。你用好啊？我当然咯。所以讲，若叫着这款老教来，就是讲艺术这前辈来演，咱两个拢唔免烦恼。啊，你要叫我演啥？安尼啦，今仔日吼，用来老师来用手，我就知。哦。因为我踮在半段，最需要是歌迷。人若知我有你，回头有这多，强行可比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对路太好听这个歌我两个就知影。叫我演，你要演我的小妹，你是一个做歌星的小妹。对。唔是哦。听好清楚哦，迄是歌，迄歌是安尼哦。我是无讲手吼手囝哦，我做老母，我做恁的老母，啊，恁两个做阮囝。人若知我有囝你，哈？对啊，我妈妈做歌星啊。安尼无回敬一首歌嘛袂使。老师请了。好来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要我伊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，你的心多。不过我是真勇行的，妈妈请你呀保重。阿母，免安尼啦，保重就保重你啦，阿母是叫啥？啊，姆就做，咱就唱这条歌来回敬，啊，姆准备就演落去啊。啊对啊。看伊是就决定了啦。嘿啦，安尼就一定要演的。啊，我遮坐咧。啊，你你爱赶快，但是你爱你爱像顶家安尼主动入来，安就对。哦，安尼啊，好。来，一个来在人边的就对啊。对。在人边的啊，对啊，我先坐咧啊。叮咚。啥啊？妈妈，我下班了啦。啊，请你转来哈，我跟你来啦。啊，这嘛是啥？妈妈，你坐伫遮。来，坐遮你。哎呀，我下班了呢。啊，这你不都枵诶？啊，巴肚都小等当然，我上爱食妈妈你食煮的物件啦，所以安怎我拢先走转来。安尼啊，我上烦恼就你知无？哎呦，我都上惊哥哥咧外口乱。啊，你过就不要紧啦，迄不要紧啦。我拢紧转来。啊，迄个不要紧，较暗淡嘛不要紧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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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电铃拢遮侪款。跟你来啦，来。哥哥，下班啦。小弟，你比我较大声转来。是。啊，坐咧来。妈。啊。我转来啊。啊，转来都。阿青啊，你月球我看下者。啊，对，哦，你讲到这。月球，来，妈妈看。哦，这是我这个月赚的钱，我想讲，妈妈你较早甲咱饲甲遮辛苦，这薪水袋
拢爱先交互妈妈你来处理。实在，阮阿亲有够乖，真正讲实在。啊，这摆袂歹呢吼2万块呢。万六吼。那我有这个全勤奖。弟弟，你个伫全勤奖。我拢逐工拢去上班，风吹日晒，我拢是种较准时到。你安尼一个月毋知摕偌？好。弟弟，你的钱哪一边是白色的呢？这就是你妈妈袂晓演戏啦，把白色的迄边煞变出来安尼。你演就不要紧，你也奇怪。这要定来无妈妈？还没要紧。2万块呢，还有奖金呢。你的哈？啊，妈妈，我嘛是，你会知影，我比弟弟较早出社会，我一个月4万。出社会啊！我出社会。妈妈，哎呦，我要先找看下，那白色唔通走出来。我哥哥，你今日领钱哦？哎呦，好年当。摕来啦，4万外块。好来摕来。啊，弄来，小点者。哇，就赞嘞！哇，妈妈，我想讲哦，这个月袂记我歹开喙呢，我真正趁了无够，我一直想讲哦，甲同事共去买一台正歹的这个奥多麦来驶。妈，迄奥多麦是台正贵。点点啦，奥多麦差不多调税讲的2万桶出去安尼。我才一个月，即马才趁2万块尔。嘿啊，是讲你2万桶，你点点，我即马你甲伊讲话，拿7万块呢。好，点点啦，无你的代志。妈妈，你的表情敢若？唔是。不要紧，后个月我无影啦，恁哥哥一倒落去嘛。安尼啊，哇，真好。你买一台，我你讲哦，你买奥多麦来讲，你豆豆徛呢，莫像安尼转来转去，安尼莫危险，你知无？我会注意。妈妈烦恼你尔呢哈，知无？安尼知无？妈妈，我嘛有一个要求。你啥要求？我知影，我甲弟弟无共款，伊是因为少年唔知影，咁趁2万块要买6、7万块的物件，我想报下啊，我穿真久啊，迄下底讲要拢破去安尼。免啦，过年的时阵妈再买一箱互你，这穿个破哪有啥？一空啊，哪有紧的？对吧哈？哦，那差遐济安尼，妈，我两个都两个你的后生，伊买奥多麦的，我是想买箱报。你较大汉，你不要听遐，爱就较细汉，你大汉按娘细汉，知无？自家扣起来。快多点。我扣啦，哥哥扣啊。我扣。啊，我想讲你把肚枵来。下班了呢。我摕便当来。我便当哦。枵啊吼。枵。你看嘛，妈妈特别爱你，哇！我上爱坐这边好好食。哦，这摆妈妈我去菜市要偌济好食，鸡腿啊，哇好，你敢知？够麻呢。够麻，你看嘛。赞吼。这麻个干的呢，你看。哎呦，妈妈你睇我。弟弟，你个看得出来是干的。哇！阿青爱食干的啦，哇！走遍了天甲海角，也是爱故乡的话较圆。吃遍了山顶海味，也是阿娘煮的口滋味。妈妈，你真正早是树林头壳。妈妈，弟弟敢若唱唔对去。已经成功倒转来，已经成功倒转来。阿青来，你坐。妈妈，你上爱看于天唱歌对无？对，我上爱听于天唱歌。调刚安尼唱。弟弟，你唔是定去 KTV 那歌词会唱唔对去？你看伊外搞阿青，连来，妈妈甲你试一个。哎呦。哎，佫甲我试啊！哎，遮大汉来个。你食看嘛，食一个看嘛。这食是会使食哈。阿妈。妈。慢慢食。我还没食我的便当呢，我的便当。哦，你的便当，来。哎，走遍了天涯海角。你免唱这啦。啊，弟弟。伊人唱过，你这个唱，你唔捌唱过啊？好，赞。妈妈，哦，可罗桑，我没有多久没有回家，遥望老家的蓝天，就想起妈妈的白话，你伤心。都是为了妈妈，我的妈，我哪
无满。我怀孕的妈妈。靠！我调到你这摆是当作你老母死啊！啊，你手较可怜嘞。哪知啊对，我希望你关心我。弟弟，一块麻好啊。你收肥啦！你无看恁弟弟三家呢吼，伊爱补啦，你唔免补啦。我爱补安尼吼。你看阮阿青啊，你看嘛，三家呢爱加减食补，饭免食伤济，你饭食较济咧。好。哎，我嘛感觉最近安尼寒流来。啊对，你即摆徛倒摆会寒着哦。吼，拄则手拢冷去安尼。对，我去买2领衫，偌好。你袂使安尼误会妈妈。妈妈是惊你身体虚，我当然刚刚我敢若唔是以前生的。你想多啦！你看妈妈不是甲咱买2领棉袄，2领，你嘛有啊？这唔通我别想着，什么妈妈偏心？今天要我请啊！啊，今天你会啦！哎呦，赞！这新衫，是我上爱这款是。啊，对。好，妈妈多谢。这过年时吼，啊多好，啊你来穿吼，你徛倒摆，啊多会炸掉的。啊，闭起就知影。妈妈，哎呀，明仔我上班就。今仔先好啊，妈，今仔好啊。无啦，伊较下乌的。我爱穿乌色。伊乌色较下。多谢。啊，你咖啡就好啊。哎呦，咖啡色，妈，这咖啡色看起来敢若老蚵仔咧穿的。妈妈，你都较济岁啊，你人较少年，你不要看。唔是阮阿青啊，大家拢讲伊着外出西装，我看无，这2、3梳尔，要定人讲，后白讲讲。我这问的呢，妈妈。你问的呢？你看啊，哇，我这看来历好，够了，够赞。白甲你做，你看觅。哎呦，上海人真正够做。啊，多谢。赞吼。哦，赞。妈妈，哎，所以我讲，奇怪啊，所以你我咱愈穿愈会寒啊。你有同安尼乌白想，你妈妈嘛是甲你买1领对啊。饭食了，妈妈是讲惊你营养过剩，到时啊痛风啥物有诶无诶对。是。哦，这嘛袂歹看，我刚刚讲。我刚开一直看起。崩开咧啦。这照道理讲，应该是愈来愈小才对啊。嘘，奇怪，哎呀，哥哥，你这棉袄哪会拢包抄啊？啊，都是官方这款的。妈妈，我的妈妈。妈妈，这款代志你做出来，我穿棉袄，哥哥穿这款的，我食的饭包甲伊拢无共款。你知啊？你那大细心安尼。细汉的时阵，阮看到一本册顶头有安尼写，无想到讲这款代志伫24世纪阁发生一摆安尼。拄着一个恶毒安尼苦毒的妈妈，足恐怖。这款剧情我是恶毒，我敢无饭互你食哟，还是无衫互你穿哟。你干那这衫做了较无好尔，你那是安怎？妈妈，你的手莫伫遮伸来伸去。我无爱演这款角色。毋是讲我咧讲，即摆个讲倒转来。阿杰啦，你这个编这个戏就感觉真无健康嘛。无，那无。编到那听你这真悲惨，搁真可怜。对，我这面已经有够悲惨。这个世纪，还有这款的真可怜的代志，想个悲伤啦，莫演这款戏啦。你要改剧情？我来改。多谢，拜托你，这剧情甲我的形象安尼应该足可怜。足可怜，敢若无人要治这。足可怜，你咧食。你有法度改，改。安尼我来编，我来演恁爸爸。哦，好，你两个要联合来甲我创治啊？莫演啊！无莫演啊！我去门口去做起食。你家己去啦，讲啥对？好去啦。那好啊，唱歌呀。好唱一条歌，哎。唱出着离别岁再会，咱两人无缘的情分，永远也不再会。陈英杰。